所以买一买，我发现其实从料理一边煮饭一边煮汤，然后有时候我会2个锅嘛，那楼啊一边我就先煮汤呢，一边是要煮菜，好像我配合，安尼我嘛好，刚刚有这个好。然后慢慢的学，慢慢的跟太太这样，就会觉得家里就比较开心了。你要家人让你觉得，不管是你去修行、学佛、信宗、信天主，或者是求道，你本身的不改，你的改变与否，是要家庭的认可。大家讲给我。出来对人离你最亲，离你在一起，他如果看到你的改变，他会觉得说，我老公我以前都是下班之后打开电视，玩手机，我他说饭煮好了，饭要吃什么，我不会饿，他就说，你说我每次问你就要说不会饿，打开你老公要饿的时候，你要跑去外面买，所以都出来住，所以其实我后来进厨房的时候发现真的很热，本来厨房没有装冷气，后来才装冷气，太热了。其实后来才知道说，我们的坤道妈妈还有这些阿妈做住家做辛苦，我们签到给他们鼓励没有经过厨房，不知道那种真的很累，很热，尤其吃完的时候。你爱谁挡电？我写完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有洁癖，我又要开始要整理的一些东西，我买 POS 要跑，所以，然后后来才发现又有收纳的问题。但后来有时候厨房好像是太太的东西也不要随便给它乱动。有时候我们要收纳的很好，可是他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那个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也要调整。有时候我给他想一想，我就给他乾坤大挪移，有时候会被骂。他说你会煮很好，但是不要随便乱动我的东西，我会忘记你。对。这是一个这样那我讲快一点这是我儿子刚好在2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好，我有求到，不然我儿子不会考上第1志愿，因为他求到这一点，爸爸妈妈的感情很好，气氛比较好，就安心的读书。爸爸也会学煮菜。所以他下课，让囡仔中囡仔下课了，是不是5点多？5点多，而且补习5点50就要补到7点半。那我刚好是5点20下班，我家里离工作站有没有很近？200多公尺，近，离上班的地方很近。所以我学会做菜之后，我会让他先去洗澡，然后我从5点20，然后我变到我有时候煮面煮汤，可能会有很多菜，但是最少会饱有营养这样。像这样就煮一个面或什么，他是很快乐，所以爸辈的公会，希望下次有机会让大家跟大家见面。所以那种感觉，真的走进厨房可以打开心房，家里面对你的认可，我们一定要学会改变。修道就是学会改变，求道就是求一个改变的方法。我不好意思，我懂得很不多，这只是我一个心路历程。然后这个焗烤谁做的？这是我做的。那还有我会打米浆，米浆，我们焗烤会有米浆，然后其实焗烤就是很像稀饭嘛，稀饭到最后上面再沾一个米浆而已，而且买米浆，这是我自己做的，很好，它就再淋上cheese，还有那个cheese酱或者黑胡椒粉，还有米浆。今天要讲求道，不是讲素食料理，不好意思了。然后我要讲这个做刚需没有？这个是谁？在我学做菜的时候，大哥我来教我差不多1个月，过了1个月之后，我们家常常出现这个箱子，这不是Foodpanda，也不是宅急便送来的，这是谁送来的？曾大哥，或者是我民谣姐，他们拿过来的，真的很感动。他们都放了一个箱子，他们家刚好是在经营那个婴儿用品的店面，放了一些东西，他都放了一些简单的菜类，然后每次不啦，
这都拄着迄路边的人，迄朋友道亲，莫名什么摕来的啦，无啦，这就是隔壁发起来的啦，路边对面发起来的啦，所以他很客气，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吗？我被这个举动真的很感动，我都跟他讲说啊，大哥你不要再放，但是他还没放，有时候铁门还没打开，他还继续去，就是趁他刚好去爬山回来，有时候三角路他就放2、3样菜，像这个是燕菜啊、白菜啊，还有这个就是那个叫做菜桃，就是差不多100块之内，但是让人很感动，非常的感动，他说你有没有去？这是我自己想，突然很怕说，你是不是无继续来煮？然后可能你爱惜可以继续煮，其实我嘛是会煮啊，但是大哥那种听起后学那种感觉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也很从这个地方我也觉得说，那一种道亲啊、成全小组啊、点传师、引师、保师，那种陪伴那种过程哦，就是一种悟道的因缘。先传小组，你陪伴一个拄进的道亲，还是还未求道的道亲，陪伴这份的爱，才是让道亲感受到。会不会在这个佛塔，会不会坚持走在这条正确的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那个爱是一种无私的。在座的在这些，刚你看到呢，每个手续费呢，付费大概15块嘞，对不？大家呢，拢一收啊，真的那种跳球后学那心理，我真的很感动。也是家人，因为我家人改变的那种方法。然后我跟大家讲说，这是我妈妈，她因为看到我的感动，看到我的改变，我妈妈发现我的改变，伊鼓励6月18也求到了。在我求到之后的4个月。妈妈也求到了，感恩点传师，也感恩阿嬷，感恩引师法师，我们给妈妈一个掌声，好不好？这是我的3个儿子，老大，这是老大，这是今年高1，这是国小5年级，这是我的小学2年级的小女儿，然后妈妈也参加我们的活一些的活动，这是菩提心会班这是台中的。理事佛堂的部分他们今天也有活动在一起包水饺这是张典传师我看到这边，然后演讲师也在这里所以妈妈也感受到佛堂的，感受到那个天堂然后因为我会煮东西，然后我因为会煮东西，妈妈在7月份，我妈妈老公。你敢是要煮食，无你父亲节来煮来打食，大家拢叫着回来，讲阮伫阮小妹啊，全家伙拢要回来。然后他就说：你父亲节让你煮好不好？你要怎么回答？好。你的父亲对你这样，你要煮给他吃吗？敢不敢？不简单，不简单。摇头我不要说敢不敢不敢的举手，不敢的举手没关系，那么就 K 不敢的举手，敢的举手。好，你看一般讲举手，那代表是不敢。所以你看我敢不敢？我只能说好。因为我有求到，这是一个特性。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赶快准备什么东西，我就你要现在就动作板都才我一刚的翻都过来板，我惊欠汤，还是什么物件结果菜单写过来结果要搞的时阵，时间就很多事情，到最后好像只有三样菜，但是阮小弟甲阮弟夫甲伊囡仔，阮妹妹带2岁，我来卖晒，伊全家伙倒转来，因为为啥物转来？毋是为了留要转来呢？
以为牛阿兄终于赶回家了，还要煮菜给爸爸吃。是这样，然后想说真的假的？可是那天我到最后弄完的时候，到最后给没有做，就炒了一个面。我炒面炒得很好吃哦。高丽菜、玉米笋、油膏、片汤，还有杏鲍菇。剩什的吼？那面哦，一斤25块嘛，差不多吼，牛面沙哦，对，然后我煮差不多5斤。对所以我无去嘛，其他无去，啊，因为其他我有大合照，我惊我爸爸有来，来遮佚佗的，去煮做，你也谈到对歹势，所以我惊无看见相片。待会我来讲。然后后来煮一煮，我煮好的时候，我太太那年父亲节她也没有回去，因为她特别安排国外的旅游。他也想了，觉得还是很尴尬，所以他没有回去。所以我带着3个小孩子。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怪我太太，我真的坦白说，我太太是个很好的太太。毕竟每个人的心理成长改变是不是一时一刻，对不对？真的。所以我带煮了3样东西，后来我到6点35分放在后面，然后带我3个小孩，因为太太是去泰国。我去玩的时候，把晒得点了脸的，结果我真的，我真的会煮菜，然后我真的要过父亲节，因为我怕过节，尤其是过年的那个父亲节，尤其是父亲节。然后到最后进去，爸爸看起来最快乐的是谁？你知道吗？妈妈。去玩那就有太阳光了，你看这个当地人都。真的跌破专家的眼镜，因为他们6点，他们还有去买一些荤的，也干嘛讲？喜欢被一煮哦，惊讲你真正绕跑不嘛一样的。所以也是他们有一点点，他们怕我绕跑，因为他后来没有追我，他说你很好声，可以干公公，但是我真的我准备3样菜，然后我说。他吃得很开心，爸爸也很开心，但是面目还是有一点表情很尴尬。然后回来收一收，然后我让3个小孩子回家，然后自己骑机车到火场。骑车到火场做什么？你们猜看看。大声吼！真的大声哭啊！因为从你100接触被爸爸的这样的 KO 之后。然后到地府改变，108年、106年被 KO 了，2年后，你看这么大的转变，其实那种心情哦，真正我是好教，我都惊隔壁的，我安尼正当跟兜的人，叫人讲到是，是去互摸牌的，真的是那种号，是在哭，是在号。真的好不容易走了那个1小步啊！好，你看清口院，其实清口院这个清口院哦，这个代志哦，讲实在，你让求道之后会珍惜人生的，你让改变后家庭气氛袂歹，好不好玩？那时候小朋友都刚才国2的。我跟小朋友说，跟太太安排好去台东玩，但是郑大哥还有阿嬷，他们都说你要清口院，可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我也觉得太太不太确定，然后又是台风快到了，我的工作要警戒，所以很多不确定。后来我本来预计好了要去清口院，结果刚好遇到白鹿台风。然后这个白鹿台风很神奇哦，它只有花莲、台东，所以就是讲，注定讲你去台东佚佗无机会，所以我就来神源山清口。真的很巧，本来要带小朋友去玩，对，但是觉得到最后没有。可是清口院就是会有很多问题，
结果我想说，我会不会失去朋友？朋友变旧了，公司的聚餐会不会变成我一个人吃素食的便当？不能喝酒的。以前我是会喝酒，我是喝不多了，但是我也变酒。我的习惯是，如果你喝，我就希望让你尽速的倒下去。所以那威士忌一管1000cc 的大概我会半小时跟他1对1就把它 KO 掉。然后2个人都倒之后，我会问他说：“你几点起来？”他说6点半。然后我说我5点。那我也顶了。所以我后来也是，我跟人家讲，我亲口之后就没有喝酒了，真的。那个我他跑啊跑。然后但是真的没有喝酒是真的真的。因为我跟大家说一次抱歉，如果我有拖到5分钟，请给我5分钟，好不好？好不好？不要牺牲到你们1点下课的时间。我因为第一次来到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咱现在用一点去做的，我有时感觉我听不到，结果看到你大家嘛就看我，所以讲这个，给你个掌声谢谢，不好意思。后来我参加群口院，我觉得一天群口院的时候，我最记得周前人叮咛的一句话。他讲了什么话？我们后来在群口院的时候，下午仪式他有一个立愿文嘛，大家复诵立愿文的时候，就前人他讲了说爱该脾气。我突然再等一下，本来刚刚一天很疲劳也很累，然后听了该脾气，原来群口院不只是该变的饮食料，上重要是。回归到我们求道的本质，该变让自己，才是一个根本。全靠是咱的饮食，饮食的改变，但是嘛是种概论戒，以戒来律心，来定我们的心，减少一些欲望，所以爱该必体。所以我觉得，后来前人我觉得爱该必体，爱该必体，爱该那个心。所以我有常常讲说，前人真的很慈悲，真的要感脾气。真的，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好。然后，我跟大家刚才听到我的故事，也知道这颗药12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从高层党名开始讲百忧解、安定、忧郁症的药。百忧解有听过吗？有听过百忧解请举手。因为是百忧解就是一种有忧郁症的人，你食的药啊，互你吃了后1个月内底改变你生活中你的血清素，互你慢慢快乐增加。但是不能随便停药，对，境界还是会来。百忧解袂改变你的境界，袂改变你当时的过去，袂改变你所有人。一起讨，你刚刚讲，觉得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这样就冷冷的。但是有时候人家用量会等。但是我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我有跟我的医师，我跟他讲，他每次都会问，他一次开28天，规个背缸，你就讲，林姐，你最近好吗？他怎么了？最近你有做什么运动？我说，我要跟他医师讲说，医师，我告诉你，我最近有求到我说，还好有求到，我觉得我求到之后，你的药变得比较有效了。他说，对啊，我也觉得你这2次来的好像不太一样他说，对啊，他很好很好啊，有宗教信仰，有求道很好啊。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有变得比较开朗。为什么？你有一个心理的依靠，有道歉的陪伴，有改变，你有走出厨房，太太的压力量，对吧？哇，不能睡，对。虽然家里也有洗碗机，但是还是要洗，对不对？我们也是要洗，我还是有洗碗。所以你家事不能做，慢慢改变，以前不会碰。我觉得就是学习做不一样的自己。
好行政我赶快的改，你慢慢就会去减少。所以我在去年的12月，医师就评估说，明姐你的药可以停半颗了，停半颗了。所以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完全不用百忧解药，12年因为求道的因缘，不用百忧解，跟大家分享。我做哪些改变？第一个，这是我个人的要跟求道犬跟以前吃了10几年的药差别在这边。我会常常到佛堂照佛光，就很跟给两个佛堂，跟斗亲共修不眠，他们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点传师，还有我们的前贤隐师法师，他们都是这样陪伴我，要陪伴你，陪伴你走出这条路，要帮助你离苦得乐，对不对？但是你要离苦得乐，只有你自己知道，要不愿意。我觉得求道、听到、知道、做到，还有感受到。但是我们如果只有求到，只有听到，听到，但是没有做到，就还是会有一点点落差。所以我们常常去佛堂照佛光哦。再来就是吃三宝，这是我不懂不多，这是我个人的节选。如果不对的地方，再请点传师还有跟大家各位先生跟我指正哦。就是你的心念可以慢慢调整，随时的观想，然后再来多散步。多散步的时候，你可以用精行，就是把你的念头，你去散步，去公园散步，你的长臂散步，把你的念头配合精行，想在你的2个脚掌的互换当中，你不要把你去散步，但是你就想说，我要回来习惯，这样在更来路上，我跟你散步的行为很累，我想其他的事情，因为你想的事情，通常是你没办法决定，目前的当下的那一刻，我没办法去解决哦，所以就是你惊醒，就是配合散步，然后把你的想法放在你的那个2个脚掌互动哦，这是我个人哦。再来就是静定生慧，多安静就可以，你的福气就会越多。心我们越静，你的福气就多。你袂定定想要你有当时啊，咱定来忘记语气。有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在处理事情，而是在处理心情。对不吼？我就是看你袂爽啊，对不？你讲话口气袂爽啊，本来就是到最后自家狗的行为，让人口气哦，到最后好像是为了每个人互相之间的沟通，是为了感受心情产生的一些问题哦。我们看到了，那这个是一定仙佛安排的好姻缘哦。那这是一条水沟。这是什么仙佛安排好的姻缘？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仙佛的震撼力哦。我从园林的本公司，然后调回到我们社头的这个单位哈，然后我们第一次的监工是在这个地方，总共我昨天要查了一下，然后276公尺。你知道这是谁的家前面吗？这是我们隐私家的前面。然后在做这条水沟之前，我不知道我们的隐私，也不知道永丰大哥他本来在这边，在先我面前，我不知道他们家在哪里。所以萧明杰第一次在工程的监工，竟然是被安排到英苏一刀，因为英苏一刀比来还没纤维，可能将来会因为买纤维就会混等。所以我感觉说，开始仙佛安排我来这边监工，是不是很奇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因缘。既然我的第一间工程刚好那个不是我负责的区域，刚好那个同事怀孕去休孕假，我就跳下去说，不然我帮你监工。既然就是因为这样的心，然后仙佛也知道，既然就去隐私家人面前去安排这条去监工的过程。这个工程总共经费是179万元哦，大家看一下哈。所以仙佛真的，你说你感受不到，但是他都是在哈。那真的他都知道说，把每一个弟子安排到一个你有需求，他也希望说，但是我把它当成说，我一定要好好的认真，一般品质我就要认真去监工，
但是我相信，在隐私家的面前，我更要去认真。我告诉我自己，这未来可能有是一条佛堂之前要走的一条道路，我必须更认真去做好它的品质的要求。我才在未来这边会有人停车在这边，我告诉我自己，这样的信念去做这件事情。谢谢。这是神元山我拍的一张照片，然后这是在参加算性进修班。那有一天，我跟我的太太7月份来参加这个去高雄玩，跟我岳父岳母全家人。然后那一天我很高兴，我在青山老街玩的时候，青山老街我就讲哦，其实我是有点干啊，但是我唔敢讲，唔知我去过哪怎，我就讲我们那边等你吼，要等你下头买去过那个神元山啊，我哪交流到那边，我们下去好不好？结果你知道吗？他们说好，我就很高兴，开着7人座来到我们神元山，结果我把车停在这里的时候，下午4点40几分，没有，连一个人都没有，好几个台起，那怎么办？我一直到门也都没办法进去，因为我不知道说，我以为说是因为我来佛堂来神元山不多，然后我以为就是跟一般的道教的寺庙一样，就是在晚上，所以我5点到这边都没有开，那我心荡到了底下，从那个天上掉下来，哇！这样我想说，仙佛怎么对我的姻缘在我后难道我做的不好吗？结果不是，然后到最后就请一个刚好那个国中生经过，然后就帮我们拍照，但是我那个不是很快乐，因为觉得有一点遗憾，有点失落。结果当我们车子停在那个回到牌楼那边的时候，发现，我全部都上车了哦，从下来拍照就上车了。结果发现，在我们的神龟那边有一个母女从那边出来，我就从车上跳下来又跑了。我说，请问你，我也很蠢，我就说，请问你，那个你是从里面进出来的吗？他说是啊。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我是那个到清彰化的，然后我跟家人来这边，但是我是那个，我就怕不相信我是道清，我点大头天，郑大哥郑大哥，他就摇摇头，不认识。我说点影子，就大头天，他也不认识。后来点一摇，不认识。哇，怎么办？后来我说他有一个节目，好像是那个点文字。我说好。他说其实我知道他到底。后来觉得可能我看起来我我会骗人，他就说没关系，我带你们进去。结果他就跟我说，他去傍晚的时候，可能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住在山下，一位妈妈带着都来会晚上来这边献香，完了不舍断的，原来都在你刷卡这样不给的。那他就带我们进去，然后全家就在那个拜殿有大殿那边参将，然后。真的很感动，然后因为我的岳父岳母他们也是其他的宗教，他每次在那边参加就整套这样的参加，然后到最后我的岳母就说，他想布施，然后这是我们的照片哦，哇，这是我还有我太太，然后我岳父岳母还有3个小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哇，你的祖师你们好聪明，然后心脏心中跳动给人，真的很神奇，真的很神奇，难得的一缘就是这样放。我写很多，然后到最后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是觉察呼吸，平心静气，启动转念，停止抱怨，放下执念，自己改变。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好，我们把那边比较不开心的都把它忘记，对不对？我包含一样，我们把它忘记。觉察呼吸，觉察呼吸，平心静气，平心静气，启动转念，启动转念，停止抱怨，停止抱怨，放下执念，放下执念，自己改变，自己改变。哇，你们真的很棒哦！我们一起努力，一起祝福，好不好？好。再来想一想，我要感谢我
阿爸的礼物。如果我才有因缘在这个选择不一样的道路，所以这几天。